20年磨一劍。20年前呢，我開始研究一個物理現象。當時我並唔知道呢項研究會耗費20年嘅光陰。我只觀察到一個事實：某啲物質經過特定處理之後，質地會改變，口感會提升，效果會更明顯。20年嚟，我進行咗無數次測試，葡萄酒、皮膚膏、普洱茶、護膚品，經歷一次又一次嘅失敗，一次又一次從頭來過。有人問我點解你要堅持？我嘅答案始終如一，因為我親眼見過佢嘅效果，我知道佢係真實嘅。2026年6月30號，夏多正式向香港知識產權署提交短期專利申請。呢一日，我等咗20年。過去10年，我親身驗證咗夏多能量場嘅存在。測電不接觸身體任何部位均會發光，光管離地1尺持續發光。83歲嘅長者進行相同測試，亦獲得一致結果。大家見到支光管着咗啦，好着咗 ，OK， 跟住轉第個頭頂，又着咗啦嚇 ，OK， 點第個？測電筆證明能量場強度超過60伏特，光管證明能量場可以穿透空氣傳播。兩項驗證跨越年齡嘅差異，指向同一個結論：夏多嘅能量場係真實嘅、可測量嘅、可以被重複驗證嘅物理現象。呢個唔係巧合，而係一個可以被重複驗證嘅科學事實。夏多嘅核心原理係透過特定頻率嘅機械振動，喺唔拆封嘅情況下重整物質嘅分子排列。呢種方法市場上從未有人實踐過。20年磨一劍，如今終於可以同大家分享呢一項成果。如欲了解夏多嘅更多資訊，歡迎 WhatsApp 93328739查詢。